即个经文甲咱讲，伫迄天的下晡，伫迄天就是代表耶稣过活迄天的代志。这是伫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全部嘛甲24章吼，最后一章就是24章。这个故事只有路加福音有记载。当然拢相信，无论是倒一本福音书，有的是4本拢记载，有的是干那记载伫其中一本。但是无论拢记载，或是干那记载伫其中一本，拢代表伊足重要，也拢代表是事实。所以伫这过程中，今日我就要透过门徒前往以马五的路上，这个故事来甲咱大家三甲来分享有耶稣陪伴的人生。好，等下好。伫今咱所看到的经文第13节。讲到华语讲同一天上迄天门徒中有2个迄个乡社，也是讲庄社来前往。迄个庄社的名叫做以马五，离耶路撒冷差不多25公里，25里啦25里差不多即摆12公里啦我透早对阮教会离迄个，阮教会伫后壁就是离你若讲离火车头也是离迄个高医差不多拢1公里我头仔看迄 Google 地图差不多9公里啦所以我想咱教会若去到差不多美丽岛站，差不多12公里左右安尼要行到遐嘛无简单要行到遐你著想讲，对下晡咱若讲念中昼1点逐个来游行来行到遐嘛要行3-4点钟走袂去用安尼小可来了解真特别圣经甲咱讲到遮个故事内面有讲到几项。伫即段经文内面有几项的重点几项的重点。第一就是讲，伫即个过程中，头拄我讲过，伫迄天就是代表是迄个耶稣过活迄天迄天就是啥物？迄天的透早伫路加福音记载，因为咱知影伫耶稣过活的透早4本福音书的记载嘛无啥共款的有的记载门徒走去你看约翰福音有记载。彼得甲约翰走去看，听到了，因就走去看。其他福音书嘛无记载。伫路加福音真特别，记载是啥物？妇女去到迄个坟墓，看无到耶稣的尸体的时阵，有天使出现，甲伊讲那，伊已经过活。真特别无每一个拢共款，但是咱就是对无共款的记载内面，知影迄天到底发生啥物代志。过来就是讲这2位门徒毋是12使徒内面为啥物？因为伫咱今日读到的经文最后因知影迄个人是耶稣了后，耶稣就消失，然后因就足欢喜。其实即摆咱我头先讲咱若叫咱逐个行路行去行到美丽岛站然后咱伫遐看到一个新爷了足欢喜的，佫走转来教会报告我想咱可能坐客轮车较紧你听无坐捷运了你看因马上佫走转去，甲当迄阵11个使徒犹太已经去。就是犹大已经无伫内面所以当伊到12使徒甲因报告，咱就知讲因2个毋是即个12使徒内面，但是因绝对是足重要的使徒的门徒。若无我想真简单，就是耶稣是遐无显现互门徒先看。咱若照安尼来看除了妇女知影，佫有即个玛利亚当然毋是耶稣的妈妈，迄个玛利亚。因为伫迄个坟墓外口甲死去活来，耶稣有显现互伊看过来就是安那，就是即2个门徒所以代表即2个门徒非常重要。过来就是啥物？咱知影因即2位渐渐离开耶路撒冷城要去到以马五。第14节有强调啥物？14节头仔经文内面有讲到，因2个沿路行3-4点钟当然2个讲话对无？沿路一直谈论所拄着。也是所经历新的翻译本讲所发生的代志所以伫遮伫原文内面所讲的就是发生也是讲遭遇。所以简单来讲，所谈论的就是啥物？所谈论的就是因所经历的咱要知谈论是啥物？咱来讲经文来讲，谈论就是说出来、讲出来其实讲出来就是啥物？见证咱教会即个咱有上教会是足活泼的教会，嘛是足爱传福音的教会。
你有发现吼，传福音除了咱讲甲人讲耶稣偌好以外，我想除了佮讲一段圣经的道理以外，我想真济部分你会讲着见证，你会讲着见证。所以伫遮咱看见啥物，就是见证，就是咱所拄着，咱所经历。所以这两个门徒，因咧讲因所发生的代志。所以因当然咱咧要因咧讲的所发生的代志，就是耶稣即几工所发生的代志。所以后来耶稣出现，因当然看袂出耶稣对无？但是耶稣出现的时阵，圣经甲咱讲因欢喜也是真艰苦忧愁，忧愁面带忧容吼。咱咧台语话是讲忧容忧容吼，就是忧愁的面容吼。你因两个若讲到耶稣最早怎样带领伊，我想应该袂甲安尼。但是这是礼拜嘛，拜五耶稣较受难，所以因咧谈论这个代志，一定是拄啊发生这个代志，互因知到心艰苦但是不管如何，我要讲的是啥物，这拢是因经历的代志所以我想一个真重要，就是伫咱的信仰内面看见、发生、拄着，这是伫咱信仰内面真重要。若无你拢会变做啥物？听讲的，拢听讲的，无法度去表明，无法度去证明你所讲的。过来就是你家己的感受也无够清晰。所以我想，伫咱的信仰内面，一个真重要，就是对咱来讲，就是今仔咱所看到的，这两位门徒，伫因的生命中，因伫前往以马五的这个路上去拄着耶稣。当然，拄着耶稣真特别，就是这段故事内面，互咱真济这个启示啦。咱看咱用路加福音耶稣开始传福音，无偌久去。呼召这个门徒过程中，上早咱看见伫路加福音第5章，都是讲到彼得、安德烈因去拍戏的时阵拢掠无对无？拢掠无。所以遐嘛是咧讲因去拄着耶稣对无？所以其实伫咱的生命中，嘛是一直咧讲啥物？你怎样咧拄着耶稣？所以无论你信主偌久咱拢爱去拄着耶稣。咱当然知耶稣伫咱的心内面，但是连面就甲我所里面所讲的同款，这两个门徒竟然认袂出耶稣，认袂出耶稣，敢这两个门徒信仰无好？我想毋是。但是伫咱人生中会有这款的经遇所以伫遮咱看见，圣经甲咱讲，这两个人咧行路过程中，咱毋知耶稣什么时阵出现。像你像讲，我头仔讲12公里头对咱遮行到美丽岛，然后就直行到美丽岛。咱毋知耶稣是伫试运出现，还是伫高铁的时阵出现，还是伫生态园毋知啦但是咱最少知影耶稣陪因行这段路，应该毋是真短，毋是讲要到地点才出现。为什么？因为咱看因最后认出耶稣的时阵，伊头仔讲，头拄迄个甲咱讲的时阵，咱的心敢毋是足火热的。其实一开始伊是真艰苦但是我想，当然毋是讲耶稣爱讲足久，还是讲足短，才会当火热。耶稣嘛会当一句话、2句话，但是伫迄段路的过程中，互我的感受因为这无法度去证明嘛。但是互我看这个经文的感受，我感觉耶稣陪因行这段路，是一直咧帮助因、安慰伊。咱今日无甲全部经文拢读了你若当去详细看，其实耶稣嘛甲因讲真侪话呢。所以。咱会当知影讲，耶稣陪因咧行这段路，好亲像咧陪因行人生的路。但是一个真特别，就是路加福音记载讲，当耶稣困话，因两个咧讲话，耶稣困话的时阵，因目睭，咱台语讲迷目，迷迷目，其实就是眼睛模糊啦。当然眼睛模糊，竟然认袂出耶稣。当然有一撮讲法，就是讲可能因这个行的时阵塞笑日还是。因艰苦甲一个过头伊啦什么原因还是耶稣过活了，甲也未过活前，可能生了无啥共款这咱拢无多证明因圣经都无甲咱讲，无甲咱讲，毋是代表这个我头讲迄，毋是我带你要的迄是解
解经家吼，咧写迄注解书诶遐写出来吼。啊，当时伊嘛是意思讲毋知啦，毋知什么理由哦。所以到底为什么认袂出耶稣无重要？哦，为什么无重要？但是重要，路加要甲咱讲，因竟然认袂出耶稣。哦，我头有讲，即两个问题一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伫即个时刻，耶稣搁活下步，即耶稣选恁即两个人，甲恁陪恁行，竟然认袂出来。哦，竟然认袂出来。啊，那是讲，那安尼才无猜到对无？咱来讲，耶稣拢还袂互其他十一门徒看，连彼得、约翰都还袂看到，恁两个当看到先看到耶稣呢？哦，但是伫遮吼，咱有一个感动，甲一个感受。咱若好啊看经文，咱会感受到啥物？就是等于咱讲真诶吼，认不出耶稣。你也想讲即段路途吼，头当然有讲，当耶稣滚活诶时阵，圣经甲咱讲，因面带愁容吼，还是忧容吼，忧愁的脸哦。认不出耶稣，当然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对不？那伫咱的信仰中吼，就讲毋敢认耶稣，哇，这像彼得共款，大逆不道，这绝对毋是好事哦。过来哦，这是毋敢认耶稣，啊，即马这是认袂出耶稣，这嘛是无好的代志啊。无采你信耶稣，对不？咱若今日伫生命中经历一件新嘢，你甲我讲，这个好像不是上帝的作为哦。你来，我是比喻啦吼。那么其他人嘛讲有啦，我甲你讲，这都是上帝作为，无哪有可能安尼哦。啊，你来讲无呢，那就毋是呢吼。啊，你也讲有诶，信仰毋是讲介坚定，就讲这无一定是臭拄坎诶，刚好怎样，有代志真正是安尼啊。当然，咱嘛免甲每项代志拢当作是新约技术，但是那认不出耶稣的迄种讲法，你嘛感觉讲很沮丧。但是今日伫遮，我要讲的是啥物？你看，都是伫即段路因认袂出耶稣。所以头一段故事内面，到最后，当因邀请耶稣介面入去迄个厝内面，耶稣做一个动作了，因怎认出耶稣对无？是毋是？耶稣背饼，因认出耶稣。所以当因认出耶稣的时阵，因的心境安那？完全无共款。所以伫遮我要讲是啥物？就是有伫即段认袂出耶稣的路上的经历，才会当凸显安那？伫后壁认出耶稣会无共款啦，对无？伫咱的生命中，有时咱会啦，有高山，啊，咱的信仰嘛拄着啥？低谷啊，对无？但是你看，有时咱伫什物过程中的时阵，咱会更加感谢耶稣。我甲你讲，今日上帝若互你得到乐透吼，你嘛是会感谢无毋对啦，对无？你绝对会感谢的，这无会讲啊。但是，你若拄着一个真大的打击，哦，当然对咱来讲，有可能就是破一个重病，有可能一个什物囡仔出一个什物代志，怎样的时阵，当上帝将这个灾后来慢慢甲刷开，莫讲忽然间灾难就不见，莫安尼讲。但是，咱伫咱的生命中，我相信咱有经历过即款代志的时阵，我甲你讲，你每一摆想起来的时阵，你拢会真感动。所以有时头拄咱的报告内面有牧师嘛有讲到，但牧师有讲到这个深渊宇宙这个故事内面讲到这个忧郁症哦。其实真正当你走过忧郁，莫讲到忧郁症哦，因为迄忧郁有一撮迄个比例咱嘛人拢会忧虑、郁卒，台语讲到郁卒啦，但到一个程度的时阵是讲连续艰苦2礼拜，连续怎样，你就会有这个忧郁症的前兆。毋是动不动就忧郁症啦，但是咱拢会忧郁。但是咱若莫讲严重，我是讲咱若经历过即种后来，你真正迄心境改变突破，有可能是想法，有可能是怎样你行过的时阵其实你伫这信仰会更加深刻甚至我头咧讲迄个遇见发生，咱的生命中若拢无经历其实讲真诶互你圣经读较济你也足肤浅诶，你但是当咱有经历的时阵，咱就无共款。所以咱袂因为这两个问题，伫这个路上认袂出耶稣。耶稣敢有甲因责备？当然，耶稣嘛有讲到讲，因为伊讲到经文，做伫经文的时阵，耶稣有甲因讲恁小信的人。但是耶稣毋是一直来讲，两个才无效着。
因为即两个有听到意大利甲耶稣讲，伊一定知影俘虏有拄已经圣经甲咱讲伊甲耶稣对话中内面，伊讲到俘虏透早俘虏已经去看到空的坟墓，然后有使者甲因讲，耶稣佫有啊。这是伫个经文咱无读到，但是伫中伊甲耶稣的对话内面，因家己讲出来，所以因知呢，因知呢，但是耶稣有甲伊讲，后来佫用做旧约的经文，然后甲伊讲你小信的人，就是信心无够啦。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耶稣毋是活滚来活过来了，当因认袂出耶稣，佮伫遐艰苦的时阵，耶稣头壳包来讲，恁两个是则无够无信心着，嘛无惊讲，无使我陪恁行遮久，佮认袂出我，无啦，拢无，耶稣拢无甲因责备啦。但是后来耶稣用一个动作，互因认出耶稣。所以这是真重要，就是有时咱虽然拄着咱讲生命中的低谷，亲像咱拢会做爱读这个诗篇23篇，无大笔的诗对无？伫这个幽暗的山谷，咱头会吟的诗歌，俘虏献的诗歌嘛是这个意境嘛，迄个歌词的意境就是这种，有时咱拄着忧伤艰苦，伫迄个低谷的时阵。当然，伫低谷内面，你若无行出来，都真艰苦啊。但是咱若有行出来，是安怎行出来？因为我会用我家己的见证，甲大家三角分享。咱继续来看，就是伫遮头我一定有讲真多耶稣问因讲，恁咧讨论啥物时阵当耶稣一问的时阵，触动因艰苦的心，所以路加记载讲因停落来，然后满面愁容。这头我一定讲过伫遮。路加特别有记载伫23节这方面要甲咱读者、咱看的人讲当即两个人知影耶稣过活的时阵，因其实知影耶稣过活伫第23节咱无读到因知影耶稣过活当然因无看到嘛。我头一直讲因无看到，因是听什么人讲的？俘虏讲的。但是听俘虏讲的，这俘虏也袂正常来讲是袂甲你骗对无？但是俘虏毋是干那甲即两个人讲，俘虏嘛有甲其他的使徒讲的时阵，遐个使徒有一开始有信也无信，其实嘛是无信啊。你要安怎相信一个什物？都真正死啊，等于是个死啊，哪会阁活？一开始真正无法度遮尔简单相信但是这个过程中，我要讲的就是，伫路加咧记载即两个门徒所拄到的代志的时阵，为什么路加记载遮尔详细？就是要互咱知。即两个门徒其实伊已经知影耶稣有过活，但是耶稣伊知敢有解决因心内底艰苦的心，敢有？无啊！因为因一开始伫迄段路咧行，两个咧谈论时阵是面带愁容。因敢有讲，因为知影俘虏甲因讲耶稣过活，然后伊就讲哈利路亚，感谢上帝，咱免阁伫遮艰苦啊？无啊！因要是继续艰苦对无？所以伫遮要讲的是啥物？就是虽然因知影耶稣有过活，虽然已经知影知识上的知影，俘虏甲因讲但是因无法度确信，无法度确信有足侪原因的嘛。亲像讲安那，亲像因也未看见，都无法度确信。所以即个有时爱看到，才要安那。才要相信，耶稣门徒内面嘛有一位是安尼，敢毋是？所以伫这过程中，其实这就是咱的信仰常常拄着的境遇，就是安尼啊。有时咱咱就信主，莫讲1年、5年、10年啦，无一定爱有个人拄信主嘛，足热心的啊但是简单来讲，就是咱做基督徒、做主的门徒，咧跟对主的过程中，有时咱会拄着困难、困境、艰苦的时阵，咱有时安那走不出来。伫迄个困境内面，安那行袂出来，艰苦忧愁。当然，我头有讲，无代表你伫艰苦忧愁，无代表你伫迄个行袂出来时阵，当然咱会当讲迄个时阵信心较无够，信心软弱。但是就亲像我头所讲的，耶稣无甲因两个责备，耶稣陪因行咧。耶稣是陪因行，耶稣佫慢慢啊陪因行。耶稣嘛会当讲，
我即马过活了吼，我40天都要上天哦，天别加好，我40天40天不太够用，我赶快跟他们讲一讲，我要赶快再飞到那个使徒那边讲了，我不要浪费时间在这2个陪他们走那么久。耶稣无安尼个，哦，耶稣无过活了，讲好，我已经规划一下吼，我搁剩40天哦啊。今天做啥，明天再做啥啊？跟甲足侪人讲的，哦，跟越多人讲我复活，让他们看见，他们就越有信心。哦，未来伫使徒行传所记载，因就愈厉害。耶稣无安尼咧拍算呢，耶稣就背这2个呢。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其实咱常常伫咱生命中拄着困难困境，有时这困难困境毋是咱家己造成的哦，有时伫咱的身边是亲人，是怎样大环境拢有可能的时阵。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啥物？虽然咱亲像这2个门徒知啊，就亲像咱知影圣经的道理，就咱亲像知影圣经咧甲咱讲，上帝是搁真搁活的上帝。但是当你伫上艰苦的时阵，你行袂出来，就是行袂出来啊。所以伫这过程中，我想一个真重要，互咱的启示就是啥物？就是有时吼，咱听，但是咱无经历、无看见的时阵，确实咱的信心就无够。哦，所以对咱来讲，咱后礼拜。中秋主义过来就是啥物过活节，哦，啊像我今年拄啊50岁吼，啊我伫妈妈的肚子里面，我就去教会吼，所以讲最少吼，我讲吼，我安尼过活节嘛，过50摆对无？哦，过50次，我生日过几次，复活节就过几次啊，哦，啊我想咱教会大部分，我想过活节甲受难节安那无用，咱这2天可能应该拢会够啦，吼，哦，过活节甲圣诞节啦，吼，过活节甲圣诞节，哦，但是。我意思就是讲吼，无代表咱过活节过啊一摆，你就经历过活的主啊，对无？所以有时咱会发现讲，咱会甲这2个门徒共款，虽然知影耶稣过活，但是咱无安那去经历过活的主的时阵，咱就安那无法度去经历过活主的大困难啦。我们没有经历复活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人会当互一个死人搁活，那对咱来讲，伫咱生命中有真侪死的物件，耶稣敢会当互咱搁活起来？会啊！但是咱莫讲伫有啥物头仔讲难过吼、失意。你敢若讲咱面对咱家己生命的问题吼，你搁伫啊真艰苦啊！你听无？对无？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复活的大能。所以耶稣才对因2个讲，伫25节讲吼，恁信了伤钝啊！这信了伤钝，就是你信得太慢、太不够了。其实这嘛毋是讲足严重的疾病啊，哦，你还较有信心的。所以最后当因安那，当因要款待耶稣，行到最后要到啊，因为因看耶稣要继续行，就讲无你来，因为因啊已经下昏啊嘛，哦，黄昏了，照时间算就是要行4。其实行4点钟算紧呢，哦，12公里，你若就是20分钟行1公里吼，你袂当慢慢啊行，佫袂当休困难呢。哦，当然毋是用走的啦，哦，啊，所以下昏你也想讲，伫迄个时代也无电火，敢若有油灯，哦，所以你想讲耶稣毋知要去倒，把那个留落来。但是这真特别，路加甲咱记载讲，当耶稣摕起饼，祝谢擘开，摕互因，这毋是我带你写的哈，这是圣经的经文，今咱有读到吼。这每一个动作拢毋是我甲加入去的哦，是路加真清楚甲写过，祝谢擘开摕互因，因目睭熊熊安那光起来，认出耶稣。但是真特别，这个时阵耶稣无去啊。当然，伫遮一个真特别的动作，就是祝谢擘开摕互因。这当然对咱来讲，你会想到啥物？圣餐呐，哦啊！但是咱来看圣餐的时阵。耶稣是甲12使徒做伙，也无伫14个、15个，也无伫旁边也有人伫遐观摩、伫遐看。迄阵也无直播通看，对无？拢无对哦。所以看起这2个应该是安那，无经历到最后的晚餐。但是其实咱知影，耶稣伫最后的晚餐的迄个过程中，其实因迄天是咧守啥物节？盘过节，旧约的盘过节嘛。所以耶稣摕的饼、酒，哦，有因咧啉食苦菜啥物吼？你来看迄旧约时阵拢有食。耶稣伊是伫盘过节、逾越节哦，咧守这节嘛，哦，所以耶稣甲门徒经文中有讲，咱今日拢无读到头前遐有讲，叫因去预备这物件，因要过节，哦，所以我意思讲，耶稣传道
3年半过程中，文道若甲伊有修即个搬过节，毋是干那即摆尔，搁来八饼祝社，这伫圣经内面吼，有倒一个新约捌安尼过，互你有印象诶？4本福音书拢有写着呢。倒一个故事，八饼5000人，耶稣要变成耶，咁一定爱个八饼望天圣，那迄个4本福音书特别拢有写着，耶稣望着天拨饼就直直摕都无写着耶稣拨鱼啊，鱼可能较歹拨，你听无至少有拨饼，但是迄大麦饼讲起来是大麦饼用麦仔做足较粗俗的饼嘛无一定爱分啊，因为耶稣既然都，你就想看卖迄约翰福音甲咱讲，这个是这5块饼2尾鱼是啥物人摕出来，啥物人供应出来？一个男孩，一个囡仔啦，其实圣经无讲男孩，就一个囡仔啦。所以5块饼2尾鱼表示这就是咱像一个人去援助。顶礼拜是亚我礼拜啊，像阮以前若像阮教会亚我礼拜，中昼拢爱家己炸的时阵你就会囡仔炸囡仔的量，大人炸大人的量，对无？表示5块饼，讲一块饼像咱台湾的大饼一大地，无可能啊！耶稣嘛是8饼对无？8到后来分的，佫剩足侪人的对无？佫剩12人啊对无？其实卖8嘛有剩啊，但是耶稣有8饼有祝社呢。所以我只是要甲咱讲，既然伫即个动作因认出耶稣，我无法度一直去证明讲，即个动作对因的意义有偌大。就亲像啥物？都亲像讲咱即摆拢会咱即摆即个亲子关系的教导，特别伫咱的即个教会信仰内面，咱拢会开始去反省，因为咱华人拢较拘谨对无？像讲你讲，我印象中爸爸妈妈有抱我的过程中，可能拢是足细汉的，较大汉都没有啊。即摆伫我的年纪，阮都10几年前阮老大出世的时阵，就开始就知影讲囡仔家抱但是较大汉像阮囡仔即摆已经高中1年级啊，生甲就比我较大可怜安尼甲我烂，迄工佫走伫旁边头安尼烂，我是咧安那？因为我对我甲牧师拢去Okinawa，几啊工啦5、6工，我转来就伫安烂。我是讲咧创伊讲，伊讲伊要撒娇，我好啦，迄都大汉的我是讲咱即摆会开始教导讲咱甲囡仔有一撮亲密的动作，毋是干那翁仔某尔，咱对囡仔有一撮亲密的动作我咧想，耶稣遮的一连串对因来讲，是一个过去亲密连接的动作，才会当互因特别认出来。无，即个路加福音嘛免特别记载遮尔详细摕饼祝社掰开摕互因伫迄个约翰福音第21章就最后遐记载讲门徒佫走转去掠鱼，就耶稣已经佫活知嘛看到嘛经历过但是佫走转去掠鱼。就迄段故事就是耶稣问彼得3摆讲你爱我吗？去牧羊我的羊。迄段故事，伊是走转掠鱼，了后因认出耶稣，耶稣嘛无甲因骂，但是耶稣伫河边行鱼仔咧等伊食早顿，问讲恁会枵无？对无？其实耶稣有真侪动作是非常温柔呢。耶稣对待门徒，就算门徒跋倒，门徒信心无够耶稣毋是讲，耶稣嘛是责备人呢。你看耶稣咧骂法利赛人是足够骂的呢，但是耶稣咧陪伴这门徒是足有耐心的呢。所以我想一个真重要就是这亲密结连的动作，互因想起耶稣。但是咱看见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当耶稣因认出耶稣了，哇，足戏剧化的啦。耶稣怎无伊啦？然后咱若安尼讲，莫讲因两个，包括其他的使徒，因足期待耶稣死，因足艰苦的嘛，死足艰苦的，所以若看到伊过活，你会足仰望伊留地啊！无伊若佫无伊，无你是咧过活啥物对无？我都没有经历到你，没有很想跟你在一起久一点。但是圣经跟咱讲，这两个人当耶稣佫消失的时阵，因反倒当无单讲耶稣哪里都无伊，也是单沮丧的无。因讲因在你讲，因单想起讲，伫路上在路上，伊甲咱讲话的时阵，甲咱讲解圣经的时阵，咱的心境毋是火热吗？当耶稣无去的时阵，因并无失志。这个时阵，因嘛无佫有耶稣陪伴，但是因无因为耶稣消失，
因怎忍心倒退？无，为什么？因为因已经认出耶稣，因已经看见过活耶稣，这就是关键呐。哦，当因佫经历耶稣的时阵，因就袂佫回到那一个什么，因为因当然就是听见耶稣讲话无够，敢若一直咧想耶稣死啊，耶稣死啊足惨的。我记得20年前咧看迄受难记哦，看甲艰苦干咧，后来我都毋敢佫看第二摆啊。哦，你咧想讲咱是看电影咧？啊，这文图咧，12书都是走到喷经无看的啦。这文图甲俘虏无一定有诶伫遐偷看啥，咱毋知，因为耶稣去用刑的时阵，有诶是有对伫远伫遐偷看的。我意思是讲，因无因为安尼继续活伫迄个这3天的艰苦内面啊。路上是安尼，但是当伊认出耶稣时阵无共款啊。所以我想伫遮一个真重要，就是当咱要甲咱讲就是。有耶稣的陪伴过程中，虽然有时，我得记一下一等一下喂，就耶稣陪伴的时阵，虽然咱失去信心，但是甚至咱失去认出耶稣的能力，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只要咱有耶稣的陪伴，其实咱的心是火热的。所以，当咱伫艰苦的时阵，有时你可会感受不到这个信仰的力量，咱有当讲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伫黑暗的深渊内面，有时咱看袂到光。伫极其艰苦的时阵，我是毋知咱大家讲有啥物款的较深的经历，但是伫我有经历这个代志了后，我才发现讲，有真侪兄弟无甲我讲过伊过去的经历，过程中原来嘛有一撮人，无一定拢甲我共款，但是伫因生命中嘛有经过真艰苦的日子。有诶，就是因为这个信仰陪因行过去，所以这说我要讲我诶见证吼，对啊，好。我想伫遮，我要介绍，我毋是要讲我偌厉害吼，是讲吼，上帝真保守我，互我真顺利啦吼。其实我细汉吼，国小时阵，阮爸爸吼做这铁工厂做甲倒位吼，所以我去小时候有一段足辛苦诶。加在阮妈妈是真严硬吼，坚韧吼，所以嘛带阮度过遐日子啦，所以，阮妈妈即几工佫甲爸爸佫对台中来看阮吼，因为阮姐姐着王品生牧师，所有拢即节拢，阮妹妹嘛来，阮妹妹伫台中中华路做副牧吼，所以全部拢妹妹当都爱赶转去，今仔做礼拜吼。就讲妈妈大家讲到过去的代志，讲过去的代志吼，讲尾后我着大家着佫笑面啊，因为你讲很多次了吼，但是吼过去代志就是安尼吼，爸爸。阮就讲袂啊啦，即摆袂歹啊，三囝拢做牧师啊，无佫讲过去安尼啦吼。因为安那，爸爸以前就是吼，迄公司都阮妈讲，迄8个月拢无摕薪水转来，还佫还钱，迄是要安怎过哦？拢讲到遮个代志。我是歹势讲吼，迄无钱我嘛是，你嘛是甲我饲遐遮大箍啊，你烦恼啥对无吼？迄妈妈你也袂当安尼甲应吼，咱着听伊讲安尼吼。但是我讲吼，我真顺利就是吼，我伫台中，我着读台中一中了后，我本来，但是我细汉就想要做牧师，我小时候的牧师就是迄平湖伯啊，吕村长牧师啊。阮牧师足歹的呢，足严格的，所以我小时候感觉做牧师足好的安尼吼。后面带做牧师，我发现讲，这有时咱牧师要有威严，也是有权柄嘛是爱忠心吼，大家足配合的哈。以前可能毋知是迄个时代啊啥，我嘛毋知吼。但是简单讲，就是我一路吼，都是按照上帝互我的感动一路安尼行来吼。所以我读东海历史了后来去正大读迄个哲学硕士吼，后来才去。台神，但是我因为佫倒来写迄个正大硕士，后来我转来学来南神毕业啦吼。但是我想伊嘛是读3年嘛，无加读啦，上帝也无我加。所以我29岁我毕业了吼，我就去长隆大学做校牧。其实感谢主，我会当去做校牧，就是加一个正大迄个硕士，无你就袂当教册，因为你至少要硕士你才会当做讲师嘛。迄阵咱的新人医拢无像即摆有立案，所以你读即个新人医了，你无都有正式的硕士吼。所以就感谢主诶。但是本来我就是安那，我就是想要去教会牧会啊，迄就是细汉甲上帝答应，一路当然有真侪经历，我都直接讲。但是我就是讲安尼3年做传道了，我就离开长隆大学。阮的主任都讲，你着佫老的啊，其实伫遐待遇啊袂歹啊，待遇拢比我伫我即马3、9岁好足济，逐年加薪迄拢照学校的老师咧加薪安尼吼，你。当然有他无用吼，无用，但是简单讲就是，其实较无压力啦，但是咱就想讲上帝咧护照咱吼，我伫即个来了吼
32岁吼，我来到39岁，我来遮已经17年外吼。啊，过顶年3月份结婚，啊，搁过顶年5月份，阮大囝出世吼。啊，其实阮大囝出世嘛是一个新囝啦吼。今日无多囝讲第二囝，因为上帝伫我生命中有真侪故事吼。啊，了后先互咱看一下即个吼。即阮大儿子足古锥的，啊，即摆已经变形啦，变形金刚变出大箍的，所以拢无古锥啊。大家拢讲你无知你以前是，甲你生啊遮尔古锥啊。哦，啊，伊古锥嘛毋是我的关系，因为阮太太就足古锥的吼。阮阮囡仔看起来拢小可活国型吼。阮太太迄边可能有迄来淋着荷兰啥，我嘛毋知。但是我讲吼，阮这大汉囝你看呢吼，阮这是毋是缺氧呢？是心脏停止救出来的。哦，即摆嘛食到100公斤，最近做去减肥啊，你听无吼？迄实是嘛新嘢啦吼。好，但是我来讲，阮第二囝过2年半，阮第二囝出世。阮第二囝出世吼，真正我讲迄阵伫虎山科，我嘛是伫美术馆，迄隔壁迄嘛是算5星级的虎山科吼。其实迄刚出世的时候，我就甲讲奇怪，迄医生囡仔生出来，因为老大剖腹，老二就爱剖腹啊，吼啊了后，那会感觉医生的即个面色怪怪哦。啊，因为经历过老大的代志，我就甲讲，这有一个敏感度啦。了后，医生就我讲，因检查了就我讲，你的囡仔吼没有肛门。好，我想讲哈，没有肛门。啊，真正呢，当然迄阵无安尼想，但我是讲后来想讲。咱敢若小说嘅骂别人讲说生孩子没屁眼，那会讲家己囡仔是安尼。我嘛无捌一个人讲，当然伊可能无甲咱讲啊啥，咱毋知。但是我是讲，这比例其实是足低。所以伫迄天，你敢若听到迄声，你就足艰苦的。我囡仔哪会安尼？然后我就后来就讲爱送去中间吼，因为讲中间的即个肠胃外科、儿童肠胃外科迄个医生较有名吼，啊就送去遐。啊，其实去了后吼，就一张图去，啊就插讲啊。哦，就插讲，啊，规用了，后来检查，哦，当然一开始检查袂出来哦，啊，就叫我隔天去，甲囡仔迄骹扭起来，哦，扭起来就是要互伊空气往上跑，照 X 光才知影伊胃肠生了安那，哦，了后照袂出来啊，所以心情足歹的，足艰苦的，拢伫遐哭啊，哦，啊，就一定生出来第2天啊嘛，然后迄天医生就我讲，你检查出来吼，你的囡仔吼，因为因拢知这囡仔拢有并发症啦。袂讲一项，因为这拢先天的，所以拢毋是一项尔。甲我讲吼，你的囡仔的心脏，哦，咱这心脏的血拍出去吼，会这个转来心脏对无？啊，你爱去倒？爱去倒换清气会转来？爱去倒去换？肺部对无？阮这个囡仔吼，心脏到肺部无血管呢，无血管就死去啊！你听有无？哦，啊，但是咱伫妈妈的腹肚内面，咱肺部敢有功用？无，所以。血本来伫妈妈的腹肚内底，血就无对心脏去到肺部啊，是咱出事了靠，咱的迄个肺泡拍开，血就过啊。哦，啊，伫妈妈腹肚内底，咱为了要活落去，上帝互咱一条叫做动脉导管，因医学叫动脉导管，对迄脐带吼会当接到你的心脏，会当提供你的血。咱正常人吼出事了，因为肺部的血过去了吼，这条伫24点钟会带你关起来。啊，若无关起嘛，爱手术甲割掉哦。无个囡仔，阮就后来有一个我台中的青年，伊个囡仔就是无关起了，两边的血拢冲去肺部，会变安那你嘛睇，甲咱高血压共款，毋是高血压吧？脑充血共款，血伤济啊，哦，所以会变肺高压，肺的压力很大，因为两边咧冲嘛，哦，啊，阮兜是中的一条上重要无呢，所以拄去就是血氧，咱几年前咱大拢对血氧拢无啥物了解，拄咧老人家有。带去加护病房哦，但是伫迄 COVID-19的时阵，咱早拢会讲血氧啦、加顺爱注意对无？迄阵拢讲90、80几，迄人啊80几，你就差不多爱送急诊啦吼。阮囝拢60呢，因为剩迄条细条根本都无够用啊，60啊。这血氧若无够吼，表示你的器官的氧气无够对无？氧气若无够，你的器官会安那？会受伤啊，对无？所以阮囝毋是干那一项尔，哦，过来。气管畸形，哦，气管生了无共款，佮塌掉，佮毋是塌掉，就是变后壁变做狭长的。所以后来手术的时阵哦，拢手术了，医生甲我讲，哎，你这囡仔气管畸形，这足危险的，因为这若插管是无问题，但是抽起来时阵会肺塌陷，迄压力的问题，迄咱当然咱毋是读医学的，拢毋知。哦，我到后来这个囡仔去台手术哦，4岁时阵去台手术哦，医生嘛安尼甲我讲呢，伊后来当然迄个医生较厉害，气管甲加掉电接啦，哦，伊讲诶，这囡仔这。
我讲已经手术3、4摆，差讲已经手术3、4摆啊，拢无问题呢。哦，咱是，迄是医生，毋是信主讲，无你讲哇，感谢主，恁囡仔拢无安那。哦，所以我讲，伫这过程中，到伫第3天吼，即个医生讲，你隔天过来带囡仔做 X 光，其实我已经无有信心啊。迄是即摆讲无，拢要讲的，因为囡仔大汉啊，迄阵是逐工拢伫遐哭哭啼啼啊。哦，啊，我就讲无恁家己照就好啊。其实我已经没有，毋是没有力气，我已经无迄个心肝去面对啊，你听无？啊，拢甲你讲照袂出来，哪有啥物照袂出来？哦。啊，无是下骹拢生无好哦，因为阮无肛门，就是你的大肠、小肠皆直，咱拢知最后就是直肠对无？啊，直肠就是生生都无去啊，哦，啊，就肛门就无开，安尼就不都无肛症嘛。但是无肛症有分，迄个直肠生甲足下骹的，啊，生甲中的，啊有迄足面顶的，就无直肠啊。上严重的时阵是直肠，甲咱直肠癌共款，你也无都揪到下骹，就算你后壁要手术要做一个人工的口吼，你嘛无法度时阵，你爱做造口。哦，就一世人呢，毋是细汉呢。啊，阮囝是9岁，9岁就是意思讲伊判断是生较面顶都无去啊。当然毋是得大肠遐都无去，是直肠毋知甲倒位都无去，但是毋是只甲尻川头迄边遐就对啊。哦，所以医生甲你讲，我讲哦，我逐工去拢袂输你，咧判，一直到第3天、第4天、第5天，阮第3天我来手术啦。医生后来讲啊，这个不管啦，哦，照不出来。第3天我无去照啊，我下晡去。可能10点外吼，因都透早6点，因就 X 光照了，伊就要看报告。了，我去医生甲我讲，没那个照不出来哦，直接开刀了。因为囡仔吼，伊就算安那，伊嘛是有宿便。你若无手术，拢放袂出来吼，囡仔迄个脏东西在里面不行吼。伊就讲开落甲讲啊，是变安尼。后来甲发现是安那，拢照袂出来，就是伊12指肠吼是塌掉的啊。所以空气你囡仔倒哦，骹扭起来。空气没有办法从胃跑去大肠，跑去小肠，所以不怪你无空气，当然你照袂出来啊，都乌乌一片嘛，哦，所以医生嘛毋知是开刀来才看去，所以这囡仔真正我讲哦，迄时阵真正是足艰苦心的啦，哦，啊，但是伫这过程中，你看这囡仔阵啊，足细汉安尼吼，其实逐工去你看到囡仔，啊，搁后来手术了啊，吼，手术了，肠啊大肠对这个旁边扭出来吼，过十几天吼。用迄个，就是伊好了后吼，过几啊天，应该过一礼拜了吼，就用迄个，拢用鼻胃管吼，注3cc，3cc 足少的，你知影？你若碰像咧注射，你就知，迄细支一支足细支，迄是1cc，但是你若换较大支的1cc 足少的，3cc 嘛无济。注3cc 吼，阮太太会啉吼，吸出来啉注咧，4点钟了，佫倒抽，哇，佫3cc，表示拢无消化。我本来想讲手术嘛算有成功，安那会变安尼？所以你拢伫咧烦恼艰难，毋知即个囡仔，咱讲啊一句讲啊，会好也未完全，迄种啊，你拢伫遐提心吊胆，伫遐艰苦。当然我伫一礼拜内底吼，上帝都我真侪启示，安慰我的心。但是代志毋是安尼，就无代志，就是你就是过一礼拜了后，你犹原伫迄个艰苦过程中。所以伫这过程当然。伫迄，我本来拢拍算好啊，我想讲吼，因为老大出事吼，心脏疼的吼，规个拢救起来吼，我就加足有信心的吼，所以我足够拍算，我想好啊。这囡仔既然爱吼预产期是本来讲10月24拜一啦，我就想讲拜一吼，我礼拜天做礼拜六则无用的吼，我太太下晡都爱带去住院，足麻烦的。我讲哦，10月25拄我光复节好记啊，拜二，我拜一安尼凉洗甲太太带去，我阁无甲教会请假，我讲无要紧，我礼拜日我就无家己拍，礼拜日我阁踮来工作拢无要紧。哪知影囡仔生出来是遮个代志？你根本就我等到拜5、拜6啊，才真侪讲我爱工作，我想我是要来工作，到时可能去咧台顶。其实阮教会有诶兄弟，我拄啊伫阮教会第五档，逐个其实嘛真有感情啊。听到阮囡仔足侪兄弟有拢基督较哭呢，我想讲系啊，你去教会你要来工作着，迄叫妈妈好安尼吼。上帝伫迄天吼，对我真侪看到异象，安慰我的心。所以迄天看到我去教会安慰真侪阮的兄弟。但是我拄着的问题艰难，并无安尼解决。甚至有一日我去病院吼，看到阮个囡仔规身红记记的，迄血管啊足明显的。医生就是讲伊的血无够吼，爱注一种社互伊血通的，袂像咱咧有诶若迄血啦对方塌掉的吼，你拍一个血互伊通迄种感觉，迄种我当我毋是，我是毋知医生注啥物吼，但是医生讲，哇，这注了吼，心脏遐血无变济，结果迄个身躯皮肤内底遐血啊。有够明显，你看个讲哇，这烦恼囡仔安那样哦，还有一天哦，一台机器，倒台机器，就一台机器，我这创啊，这西药剂的，哇，
你就知影心脏无好，有最容易洗药剂。你若有遐尼重，你就知哦。心脏无好，你血拍无度拍去药剂哦，你药剂就无度排遐水掉，人就会寒水有诶无诶。啊，这对囡仔足危险诶。当然有诶，你若足细，即摆较知啦，就是后来较知就是讲，你若较年轻细吼，无代表你诶药剂功能完全无好伊。当然大人就歹讲啊，细落你诶功能，你诶药剂功能就一直无伊吼，无度恢复。但是无代表细汉时啊，但是你听着你嘛想讲哦。即摆到底是安那？你知道？你想这囡仔到底要安怎大汉？哦，但是感谢主吼，经过42天，阮真正平安出院啊！哦，我迄时阵甲内底护士真迄阵还无后来，因为这囡仔吼，一岁吼，伫迄中间监护病房拄啊住超过180天啊！哦，啊，但是我要甲人讲吼，但是毋是安尼解决啊！阮转来了这吼，伊诶照顾迄红，我控起来迄就是伊诶照顾，等下，阮安尼照顾你知道？阮一开始转来有鼻胃管吼。足好顾，迄拢安尼用的。我搁办大家吼，拢甲迄奶瓶黏伫伊爱睡伫迄氧气罩内底，所以有一个特别做一个用迄亚克力做一个罩子甲盖的，吼，啊，我拢黏伫旁边，互伊伫遐滴吼。5分钟就啉差不多，迄阵伫病院会当饲到60cc，但出院剩2000公克哦。阮生出来嘛2000多，入去住院头前10几工，毋是啥物物件拢无食，干那住电梯吼，省甲剩1000几啊。啊，后来过啊2000嘛足轻的，倒一个囡仔出来2000的，哦。多2公斤尔，吼，啊，但出来慢慢顾，但是吼，我转来了后来，因为伊无讲嘛，所以半暝啊拢爱甲穿迄个，有嘛毋是讲半暝有放屎都爱穿迄屎吼。啊，即摆阴暗吼，半暝阮太太爱困啊，我过12点较透早的，结果吼，我一支骹打伊手，你想我囡仔遮细汉的两个，迄骹吼打了有呾手红起去，啊你要甲伊两支手锯掉的，我伫遐穿，我骹嘛无安尼锯，所以规夜摆吼，我拄第一礼拜。回门诊搁挂急诊拄啊11摆啊！你想迄边啊无回，你逐工要顾这囡仔就好啊！哦，啊伊种吼，你看囡仔伊拢无力啦，变恹恹安尼吼，搁会头揪，搁会你啊手啊放开拢用迄塑料的，用迄布甲塑料的手揪伫内底安尼吼，啊放伫氧气罩内底，啊要食甲家己出来外口饲冷安尼吼。啊，即摆半暝吼，咧换即个罩裤咧穿伊的衫的时阵吼，伊手哪去会无力，手搁去戳鼻胃管，我记第一礼拜甲戳3摆啊！啊，有去看迄一煞讲，啊，你袂当黑白擦了，你擦落了，你就擦去虚光，你就足麻烦的。吼，你也搁灌着水，你才发现，所以迄医生是用迄个听诊器咧听，看迄个讲走去倒位去。哦，所以我嘛毋敢。啊，但啊尾也想讲算啦，无就用饲的好啊。哦，而且我小可知影讲吼，咱人出世吼，身躯的肌肉拢无啥物肌肉，上有力就是你的喙啊。其实你若输过牛奶喙啊，迄牛奶喙若用惯哦，你要输爱足有力的，你知道？迄牛奶喙啊，因为你牛奶喙啊若有空气，会当安尼像咱咧饮料倒2空，还是罐头你2边拢倒1空，伊遐好倒水出来吼。咱习惯，咱的牛奶喙啊袂当安尼吼，囡仔会砸着，你知道？伊装伤紧嘛，哦，所以伊是密封的，所以你爱用输的。啊，阮这囡仔拢输无啥力啊，但是你若无训练，所以后来阮加入一个社团。迄有个囡仔甲6个月了，拢规个拢手术好啊。头前拢用鼻胃管，6个月了伊袂晓输呢。所以阮头前一开始囡仔嘛无啥样输，已经过50天啊，哦，出世到迄50天，退了拢安尼家己安尼个哦。上帝创造人是囡仔吼，一出世伊就寻奶迄个本能会逐日去找奶啊。啊，这囡仔拢用袂晓伊啊。所以阮一工啊，到尾啊，一盖干人饲30cc，30cc 就是养乐多一罐100，你就1/3饲30分钟。其实饲甲伊嘛无力，我嘛无力啦。哦，所以但是医生讲哦，这心脏病囡仔一工爱食500，用伊的公斤数500克的水，哦，加奶粉，所以算成18顿。18顿就是24点钟除以18吼，拄啊90分钟，点半钟一摆。就即摆你甲饲了吼，半点钟爱甲拍嗝。阮有一摆拍嗝拍无好，呛出来对边仔呛出来，马上送去高医急诊啊。迄入面迄医生拢嘛免，迄护士旁边毋是来看他直讲尔，好，马上入去到上内底，人咧电子迄间，马上伫遐用通诶紧甲伊哦，惊伊迄目睭拢变去，惊伊缺氧啊，哦，所以你就是爱拍嗝，拍甲伊打嗝完全了，你搁囥诶，啊无偌久放屎听着屎味就甲开始换，我捌一摆吼，12点去咧顾到4点外吼，毋捌爬起来过啊，拄啊，我讲迄比做加工诶搁辛苦呢吼。啊，本来想我王太太讲无要紧啦，我已经写论文嘛，写艰苦一寡3个月拢无啥困。结果若知这囡仔饲1年甲手术全部手术了啊！迄没有肛门的，我捌拄着没有肛门的哦，6个月就对头到尾，迄食到有够大颗的呢。伊无心脏病啊，
但是阮即个内底佫足侪其他的毛病，所以我讲吼，真正迄你讲吼，当挑战吼，头前囡仔出来平安出院真欢喜，但是你伫迄过程中，真正你有影真艰苦。所以我伫迄个小时候，伊就爱安那肛门手术吼3摆啊，吼后来到差不多10个月了后，加在伊迄条管足慢的啊。医生讲吼，你若惊伊死去吼，你都爱紧做一条细条的。哦，咱讲的心脏绕道手术，互伊有血。啊，无即条当时要关起来，医生嘛甲我讲，伊毋知。我就想讲，我只有祈祷，咱讲靠赖上帝，你着甲上帝讲，无你要安那？因为医生讲吼，伊若遮细汉手术吼，伊到1岁吼，可能爱手术3摆心脏哦。因为囡仔会大汉吼，迄个血管无够用，啊，佫袂当一开始放伤大条的。若无是安那，血全部佫冲去肺部，肺部挡袂牢，浸润人就再见你啊。哦，所以你看伊进前个影星叫刘真，最水，即个跳舞迄，伊迄心脏病也毋是介偌严重，手术了伊就再见你啊！你看迄毋是咱想的遮简单。哦，所以后来真正咱经历足济。我讲伫迄过程中，像我头所讲的，你伫迄个黑暗的过程中，咱有当讲咱是牧师啊，咱嘛拄着这啊。上帝以前阮遮尔顺利，但是阮竟然拄着即款代志。但是真正我讲伫迄个经历中，我头讲的，门徒看到耶稣爬饼迄个动作。就是好亲像啥，我一直咧想，上帝为什么互我大囝是心脏停止急救出来？迄个时阵，医生带你惊甲，甲阮太太讲哦，老大哦，甲我太太讲哦，因为阮伫一般毋是伫大间中间，所以伊无24小时的麻醉科医师哦。伊甲我讲吼，甲我太太真正讲吼，无即摆入去产房直接剖腹呢。我讲哪有迄边注麻射要甲你剖腹的？真正医生安尼甲阮太太讲的哦。后来我即摆先讲，所以我讲。经历迄个大汉的代志，我相信上帝伫这细汉的，这老二还都毋知影，这后来佫生一个第三个哦。这老二吼，上帝作为吼，所以这一回吼，旁边他细汉的，阮妈妈抱伊时，一回吼，迄个生日迄天啦吼，生日哦，啊，你旁边这个是伊4岁去代手术的吼，去代手术吼。啊，迄时阵嘛足感谢牧师吼，但牧师吼，佫带什么人来我毋知，有一撮人来吼，来甲我关心啦，佫包起红包花。全中华敢若2个牧师哦，但是嘛，足感谢做迄阵，其实阮足艰苦的，但是哦，但牧师就带牧师娘，啊，佫有中级嘛，什么人迄阵我嘛毋捌啦吼。啊，但是我是讲哦，真正足感谢，我即摆佫拢会记哩，因为你伫迄极其艰苦的时阵吼，真正举足无措。啊，后来伫南部吼，伫中间伫营总吼，到尾啊2、3岁了吼，伊本来做一条补掉的吼，但是后来要佫大手术吼，南部2个医生拢足厉害，医生伫台湾嘛拢排有名的吼。但是嘛无啥敢手术，尾啊，阮就送去台。哦，感谢主去台了，真顺遂吼。这是伊4岁时阵吼，真顺遂。吼，后来这即马旧年12岁吼，国小伊读盐城国小音乐班吼，这样迄些上帝恩典吼。虽然足细汉的啦，伊即马嘛头130，才140公分尔，拢比人较矮哦。但是上帝就是安尼甲伊看过吼。啊，我即马来讲哦，上帝互阮的经历内面吼，我旧年前年底吼着癌啊。哦，即个淋巴癌第4期，嘛无代表讲阮囡仔经历安尼，上帝就拢安那，互我后来一帆风顺嘛无。旧年拄要做议长啊，哦，结果伫做议长的，哦，做副议长的11月时阵，知影家己着癌，哦，但是上帝嘛，互我即摆要大箍的嘛吼，表示气势还袂歹啊，哦，真正互我完全痊愈啦，哦，啊，即个吼，镜头这就是老三啦，即摆6岁，后来上帝佫互阮一个，哦，即个足古锥的小男生啦。哦，所以上帝伫阮生命中的恩典，真正我会想讲吼，其实有时吼，咱真正看见，咱伫咱生命中有时咱会拄着真侪艰苦，但是咱知有耶稣陪伴咱。哦，虽然有时咱会经历到，虽然咱嘛知有耶稣，但是咱伫困难艰难中，咱依然会沮丧会艰苦。但是我要甲咱讲，虽然咱感受袂到，但是咱爱知，咱拢有耶稣陪伴。有耶稣陪伴，人生就是无共款。愿上帝帮助咱，互咱通知伫咱生命中。咧经历啊所有时阵，我相信就亲像迄2个温度，虽然一时认袂出来，但是伊知我们的心起不火热。最后，咱要来吟即个回应的诗歌吼，伫即个新版圣诗589首，亲爱主牵我手。即个时阵，咱三个起立来吟。三个来吟，亲爱主牵我手，引带我
伫徛在我也生真原谅，相失败，经风雨过暝，带我行入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顶。第二站。真是亲，主讲我来作伴，我人生的路知影地要线，求你听我求叫，扶我手免跋倒，亲爱主。牵我手到天顶，求你听我求叫，求你听我求叫，扶我手免跋倒，亲爱主，牵我手到天顶。伫遮当琴继续弹的时阵，邀请咱每一个人来祈祷。求主帮助咱，可能咱每一个人的境遇无共款，但是我相信，有时当咱伫迄个低谷的时阵，我要甲咱讲，耶稣陪伴咱。咱有耶稣陪伴咱，咱就免伫迄个黑暗中伫遐行袂出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当亲像迄两个门徒共款，当咱认出耶稣的时阵，咱的心会知影伫咱是伫迄个极艰难过程中是有耶稣陪伴咱，咱的心是有火热。这个时阵，咱三角开声，三角来祈祷。听我主耶稣主啊，阮知，伫阮的人生中，伫阮的生命中是有主你的陪伴，是阮伫极其艰难困苦的时阵，主你无放下阮，你无放阮一个人孤单，愿主你带阮行。虽然伫黑暗中，伫困难中，主你带阮行，你互阮入光明，互阮到天庭。愿主你帮助阮，伫阮生命中，特别煞，特别行袂落去的时阵，主你牵阮的手，愿主你帮助伫阮的正兄弟。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听我主要说，主，阮搁一摆伫你面前，愿知伫阮的生命中，伫阮的人生中，未免阮会拄着艰难困境，亲像伫迄个黑暗的山谷行袂出来的时阵，主，愿知你陪阮行。虽然有时阮感受袂到，甚至阮的心已经冷心倒退，但是阮就要亲像这两个门徒共款，愿知伫你陪伴阮的时阵，其实阮心内底要是犹原有迄个火热，求主你帮助阮正兄弟。或是阮过去捌拄着，或是阮即摆还咧伫迄经历迄个艰苦的过程，但是主你无弃杀阮，主你无放阮一个孤单，你陪伴阮，牵阮行，牵阮行，伫迄个身边陪伴阮，行到天庭，行到主你所祝福的所在。愿爱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感谢咱的主耶稣是咱人生路上上介好的陪伴。有时咱拄着忧愁艰苦、试炼、重担累积，但是主耶稣拢伫咱身边陪伴咱，牵咱的手行头前的路。请咱起立来敬奉的诗。我
帝，阮感谢你，你是阮的倚靠，也是阮的救主，也是阮的活命。阮也是阮的愿望。你用恩典做阮的冕旒，加添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生活甲工作。求主来圣化阮的所献，为圣工的路用。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祝福请恳。大家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的光光照咱每一个人，互咱伫耶稣陪伴的路上无孤单，互咱感受到咱的心的火热。愿主耶稣基督为天父上帝听谈，伊个圣神的感动，甲咱每一个人直直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